大家好，喺睇片之前，歡迎先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。喺地鐵站接到宣傳單張，烤肉放題開業大酬賓，原價228蚊，現價198蚊。於是今日又自費嚟實測下。我哋7點半嚟到餐廳，仲有一大半吉枱。侍應好熱情招待我哋入座，2、3個人分工合作，開爐、加醬料、介紹食物。首先一齊睇下 menu 有咩食先。呢張係 All You Can Eat menu。有前菜、壽司卷、炸物同素菜。燒烤嘅種類比較多，有豬、牛、雞，仲有海鮮，仲有幾款甜品。另外，飲品係放喺飲品櫃，大家可以自己出去攞。除咗汽水、檸檬茶、果汁，仲有王老吉同埋烏龍茶。小食同壽司首先上枱，壽司點一件就真係而家見到嘅一件。燒烤食物都係點一件畀一件，大家就按住自己想食嘅數量點。食物嘅新鮮程度大家自己睇。另外每一件都係細細件，所以放咗好多落去鐵板都唔覺得擠迫。呢份係一人精選，炸物都係即叫即炸，熱辣辣好食。壽司應該都係現場即做，好實淨。金菇肥牛，金菇唔會攝牙，肥牛自己控制，烤到佢脆卜卜，一樣咁好食。但係所有燒烤食物都冇醃製，必須點醬汁嚟食。呢個係龍脷柳，火候全部自己控制，入面仲係好 juicy。一樣冇醃製過，需要點醬汁嚟食。吉列炸蝦，點啲沙律醬，都係熱辣辣嘅，蝦都仲有啲鮮甜味，唔錯。呢個係雞骨腸。我覺得有啲恐怖。呢個係牛肉可樂餅，我覺得入面嗰啲都係薯粉，唔係我杯茶。呢條咁嘅雞骨腸非常之好心。既然佢擺得上枱，我都食晒佢。炸雞又係熱辣辣嘅，好食。不過都係要點返啲雞醬，有啲油膩。明太子雞翼，呢間餐廳嘅炸物全部都係即叫即炸，所以保持到溫度，非常之熱辣辣，好食。香港版嘅王老吉，烤雞翼，所有嘅烤物都係冇醃製過，所以必須點醬汁嚟食。自己控制火候，可以燒到佢外脆內 juicy， 好食。呢個係腩肉，都可以燒到佢脆卜卜，好食。牛舌好奇怪，我食呢個牛舌有渣。餐肉同埋一口牛肉。
燒烤放題非常忙碌，一邊食一邊烤。呢個一口牛肉有牛味冇渣。呢塊菠蘿唔知點解特別酸。啱啱同台朋友話佢食嗰件非常甜，又再叫咗一份燒烤食物，上台時間非常之快。食下呢件甜番薯，烤完之後甜味更加突出，好食。脆皮芝士腸真係烤到非常之脆皮，剛剛好。五花腩亦都烤得好焦脆，一樣好好食。番茄沙律同埋海鮮沙律，係時候食下佢哋嚟解下膩啦。多春魚烤完之後點返啲醬汁，食落非常之好味，而且冇腥味，好好食。甜品只有泡芙同埋蛋糕仔，雪糕已經冇晒。90分鐘嘅烤肉放題已經食得七七八八，又係時候環顧下今日呢一餐嘅餐廳環境、食物質素同埋服務。餐廳環境非常之乾淨企理，而且每一台客離台嘅時候，餐廳職員都會即刻清潔。餐廳員工服務非常殷勤，顧客有唔明嘅時候，佢哋都非常樂意解答。甜品方面唔係幾突出，泡芙同蛋糕仔唔好食。前菜係正常味道，壽司都可以。番茄沙律朋友鍾意食，點咗2轉。呢個海鮮沙律同圖片非常大出入，我有啲失望。炸物都係即炸，好食。食材方面，牛脷比較唔新鮮，其他都可以。海鮮亦都冇腥味，即係新鮮。再睇一次今晚叫過、烤過、食過嘅烤肉同埋海鮮，蔬菜係比較新鮮嘅。食物種類真係超過90款，飲品種類亦都好多。只不過冇啤酒，對男士嚟講係有啲失望。除咗提過冇雪糕之外，今晚亦都冇生菜，埋單580幾蚊，人均消費唔使200蚊，整體服務係令我最滿意嘅。今集又嚟到尾聲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請幫忙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及分享。